反覆無囊炎可能體內有熱毒，中醫教你快速調理。前胸同埋後背生呢一種，佢就係典型嘅無囊炎啦。好多人咧面上、頭上都會有，同時咧仲伴有皮膚出油比較多、大便黏馬桶等等。如果無囊炎咧反反复复、紅腫疼痛，呢個可能咧同體內嘅熱毒未清有關，濕熱之火同熱毒之火阻塞毛囊，令到毛囊咧無法正常咁樣呼吸，從而引發毛囊嘅炎症。我哋可以用一啲清熱解毒嘅中成藥嚟調理，比如潤衣溶膠囊，佢有蒲公英啦、千里光啦、七拍葉等等藥材，消炎散結、清熱瀉火。1日3次，飯後服用就得啦。有時間都可以用金銀花、野菊花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、紫背天葵煮水飲，佢可以清熱除濕、散結消腫。你學識咗未啊？想養生，跟住羅醫生。